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聽我哋第一集嘅香港有病。我哋嚟傾下一個最熱門嘅話題啊，就係關於李嘉誠先生賣巴拿馬港口一事啊。有評論話佢係沒有腰骨嘅跪低，係唯利是圖、見利忘義、漠視國家利益、民族大義，甚至話佢背叛了全體中國人。阿成哥由最有錢嘅商人變成一個賣國賊，我相信佢諗都諗唔到會有今日。嗱，我哋今日唔講政治吓，我哋純粹睇下呢個評論裏邊嘅 logic 啫。首先，阿成哥今年98歲，呢個年紀冇腰骨都好正常啊。同埋跪低有分腰骨嘅跪低同冇腰骨嘅跪低嘅咩？有乜分別？大家都係跪低。再嚟啦，話人哋背叛咗全體中國人，哇，好大嘅指控喎。咁又見唔見你話用美國 iPhone 嘅中國人背叛咗全體嘅中國人呢？移民去其他國家嘅中國人又會唔會係背叛咗全體嘅中國人呢？如果係根據佢呢個 logic 嚟諗，好多高官都背叛咗中國人啊！呢個評論仲講，呢筆交易會俾美國控制咗巴拿馬運河，影響到中國嘅航運啊！哇，講到好似成條巴拿馬運河都係成哥咁，唔通李嘉誠先生買個港口業務就等於成個巴拿馬送咗俾美國？咁如果下次去買百佳超市賣俾阿拉伯人，咁係咪將成個香港送咗俾阿拉伯啊？嗱，如果你真係覺得賣咗個港口業務就等於賣咗成個國家俾人嘅話，咁你可以買晒全世界嘅麥當勞，咁你咪可以買起全世界咯，係咪好簡單呢？首先我哋要知道，評論一個人，你要睇下人哋個背景係乜嘢先啊嘛，再作評論。3歲細路哥都知李嘉誠係咩人啦，佢係個香港超級富豪，一個商業大佬，佢唔係江湖大佬喎，亦都唔係超級英雄。你要超級英雄嘅話，點解冇一個中國人走出嚟講話要買咗阿成哥啲碼頭呢？就例如阿里巴巴咁，佢一年嘅收入都373億美金，足足買得起成個巴拿馬碼頭嘅業務。嗱，再唔係嘅話，而家哪吒咁賣座，一部賣成6億美金，票房啊，港口都係賣228億美金，拍38部電影咪搞得掂咯。每一個角色拍一部電影，一部叫《二郎神》，一部叫《哮天犬》啊。咁到時你每一個港口咪用翻嗰個角色去命名咯。例如二郎神港口、哮天犬港口、哪吒港口，仲有豆腐渣港口。唔好誤會啊，呢個港口係俾啲人呢專係出口一啲豆腐渣去外國。好啦，到咗見利忘義啦，我最中意睇呢個4字詞語。
尤其是用喺商人身上。李嘉誠係一個商人，唔係一個義工。商人嘅工作係咩先？賺錢咯。唔通你每日喺返工嘅時候坐喺辦公室，一邊飲茶一邊諗我今日要點樣為國家做出一個貢獻呢？嗱，去到最後，我醒大家一樣無敵嘅說話，套用喺每一句說話，你就天下無敵嘅。嗱，人哋呢一定駁唔到你，話你錯㗎噃，亦都唔知點樣回應你好。呢句說話就係漠視國家利益，漠視民族大義。舉個例子，例如你公司同外國人做生意，你上司叫你幫佢寫個 proposal， 你就可以同佢講，我唔做，因為呢單生意係漠視國家利益，漠視民族大義，要做你自己做，得唔得？得就俾個 like 先喎，唔該，順便 subscribe 埋。好啦，又例如你想同你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分手，但係又唔知用咩藉口好啊。呢個時候呢句說話可以大派用場。我哋分手啦，因為你漠視國家利益，漠視民族大義，得唔得？講完之後，佢哋都諗緊自己究竟錯咗啲乜嘢。其實我想講嘅呢，就係呢筆交易搞到去到民族大義嘅程度，我覺得不如一啲當政者呢，就關心一下點樣可以幫我哋國家嘅人民爭氣啲做人。唔好成日賣假貨，唔好成日魚目混珠、偷雞摸狗，自己人蝦自己人，整埋啲黑心食物俾自己啲人食，又貪翻自己人嘅錢。如果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好上進，好似李嘉誠咁富有嘅話，咁我哋仲需唔需要擔心國家利益啊？多謝各位。